先生の日本語教室。どうも大家好，我係 Peggy 先生，歡迎大家收聽我嘅全新 podcast 節目。呢一度會收錄我每個星期嘅 YouTube Live 精華內容。如果各位同學都想同我傾下各種日本文化或者係學日文嘅話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參與我哋逢星期2、4嘅 Live 直播。今次我哋傾嘅係呢個話題：2024年度車站與火車內迷惑行為 ranking。犀利，做下樣都要介紹下迷惑行為呢個日文點讀啊？迷惑行為係即係阻住晒，搞到人噶嘛，咁樣 OK 就係呢個迷惑行為啦。OK， 咁我哋嚟一齊睇下呢個咧係2024年嘅。咁呢一度咧就話啦，為咗令到啲訪日嘅外國人啲 manner 更加好啊，咁咧今年度咧就做咗一個關於訪日外國人嘅旅行者嘅迷惑行為嘅調查。好啦，不如我哋一齊直接睇個 list 有啲咩項目啦，我哋一齊睇下究竟喺日本人眼中呢一個旅客有幾迷惑先。先嚟由尾數上嚟啊嘛，第18位冇乜嘢啊，OK 真係好啊。第17位操作電子機器類，即係例如電腦啊、打機啊咁樣，打啲手機 game 啊或者手提 game 啊咁樣啦。OK， 16位 escalator 同埋 elevator 嘅使用方法。OK， 第15係其他，咦可圈可點。好，第14位在車廂內化妝，我有冇做過呢？好，第13位 headphone 或者 earphone 漏音。12位喺呢個混雜嘅車廂內飲食。嗱，呢一單嘢係有趣嘅。理論上呢，喺日本嘅車廂入邊呢係可以食嘢同埋可以飲嘢嘅。咁但係咁你梗係適可而止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冇話唔準食。咁但係咁你亦都唔會開大餐噶嘛，即係我就飲嘢頂晒籠係飲水嘅啫，同埋你逼你就唔會做呢件事啦。所以佢而家講緊係喺一個混雜嘅車廂裏邊飲食。OK， 咁係好乞人憎嘅，的確。OK， 好啦，11位優先席的 manner， 係咪即係霸住行優先席，成家坐晒喺度噶嘛？即係唔讓座係咪？好，跟住第10位坐喺火車入邊個地板啊，呢個床唔係解床啊，大佬無端端火車邊會有床呢？係咪？意思係坐咗喺火車地板上面啊。第10位好，數到呢度先啦。逢星期2、4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我哋喺 Sensei 開 Live YouTube 直播一齊傾偈啊！またね。